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大家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啊。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5月1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5日节特别交流2025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5月27嘛将伫运河顶场。今年总共有121队2000多位选手参赛。市府伫安平开大体育场举行启动仪式，市长黄伟哲亲自替龙舟点灯，祈求平安，嘛向前赛事揭开序幕。
精彩的花舞表演，祈求国泰民安，加上热烈的鼓声，替2025国际龙舟锦标赛奠定仪式，炒热气氛。启动台南市长黄伟綽、立委陈廷辉等中华贵宾，依照惯例，伫安平开台天后宫头前记号，点亮庙埕的12只大小龙舟，放1礼拜后16号将进行点睛，象征龙舟比赛正式启动。龙舟锦标赛不仅是一个传统，也是有文化传承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体育的这个竞赛，也欢迎大家能够在527到531，欢迎来台南看龙舟、吃粽子、吃美食。今年赛程将对5月27开始，一直到31号，连续5天，伫运河顶场，总共有121队、2792名选手报名参赛，规模创新悬。活动嘛结合文创市集甲艺文演出，让台南市的国际节更加热烈。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母亲节这天嘛是佛诞节，佛光山南台病院伫台南市政府举办药佛法会甲园游会，市长黄伟綽一透早伫到场，率领各局处长官甲法师信众到场诵经祈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伫满洲法师的带领之下，台南市长黄伟綽恭迎佛陀太子圣上入场。佛光山南台病院的药佛节第2档伫市政府来举办，现场庄严肃穆。心灵借着浴佛，心灵得到平静，那也希望能够大家都一起来纪念佛陀能够同沐佛恩，那感染这佛陀慈悲喜舍的心情。市府团队甲法师齐信众虔诚的诵经祈福。5月份第2个礼拜日是母亲节，除了弘扬感恩孝道精神，同时嘛是佛陀的诞生纪念日，为当借由洗佛来洗净家己的心灵。浴佛呢，它不仅是一个仪式，它呢其实呢也更是借着佛陀的慈悲与智慧，指引着我们走向一个光明的一个人生。然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与人为善，与世为善，与自己为善。这回活动更结合掠影比赛，透过镜头记录信仰、融入生活的感动时刻。另外，还有园游会，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前来，气氛相当温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伫仁德国小举办百善孝卫生、弘扬孝道3部曲活动，吸引100组家庭报名参加，甚至也阁有新住民家庭带着囡仔参与，现场气氛相当温馨。为弘扬孝道文化，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10号伫咧仁德区举办2025百善孝为先、弘扬孝道3部曲活动。规为清净手足报亲恩，反哺奉茶养育恩，承欢膝下天伦乐3大主题。透过洗脚奉茶等仪式，和亲子互动，也透过实际行动传达孝心甲感恩。我们的节日节庆能够这么的转圈的赞助，真的非常的感谢。再度掌声为我们江门市长喝彩，谢谢他持续的干你这样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次活动参与单位有议员郭宏仪、仁德区公所、仁德国小、绿城高中、台南市推拿甲民俗调理保健养生协会、安平沙滩社区爱心协会等。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自104年成立以来，致力伫咧推广防癌抗癌知识，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并积极投入社会公益。协会执行长林国明表示，协会自106年举办百善孝为先系列活动，至今已经迈入第7档。
曾经伫咧北区、南区、安南区、永康区、安平区以及东区举行，活动广受好评。未来也希望将活动扩大举办，弘扬孝道文化。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儿童甲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结合市府单位政治校园，举办心情魔法乐园巡回讲座，促进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台南市首创由卫生局、教育局、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齐心协力，共同合作举办心情魔法乐园校园巡回讲座，邀请专家学者针对无同学龄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等议题讨论，引导学生产生共鸣，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身心健康心理资源进入学校关怀行为宣讲推广计划。这也是全国首创由台南市卫生局、教育局和人民团体共同合作的方案。我们将深入台南市的各中小学校，携手师生，共同推动爱护生命、关怀心理健康的重要理念。我们现在在一个3C， 然后社群媒体发达的一个数位的一个环境下，小朋友他在整个求学成长的阶段，其实会受到的一些刺激跟压力来源都变得更加的复杂了。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优协还有我们的市府的团队，那我们一起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希望把一些正确的一些卫教跟心理健康相关的知识，可以带进我们的校园里面，让小朋友可以即使在这么多元的一个刺激的一些更多元的这个挑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顺利的成长。走进完全中学，走进国中校园，为孩子们做一些心灵魔法、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议题的宣导。所以呢，要麻烦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帮我们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也邀请我们的家长关注我们这个消息。到时候呢，孩子们能得到正能量的启发。心情魔法乐园校园巡回讲座，今年有计办理27场，邀请心理师以及专家学者，教导学生学习辨识情绪风险，同时嘛提供心理健康资源，望学生重建心理韧性，以达到正向心理素质的养成。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了让精神职能护健的康复者，在透过职能培训以后，会当融入社区，甚至替弱势长辈提供关怀服务。所以，台南市卫生局北区心理卫生中心特别甲华山基金会合作，让康复者来现场调节话题，请长辈，嘛让因对受助的角色变成帮助人。为了摆脱台湾社会对精神障碍者无友善，总是认为因是无定时炸弹的刻板印象。台南市卫生局北区心理卫生中心特别结合华山基金会东区天赛站，安排这2位康复者来到3工，替长辈来调节花草茶，并小小温暖的地方，替大家疏解压力。更多的这个精神病人，他们在经过完整的复健之后，他们其实是功能是很好的，他们反而是可以帮助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很棒的一些个助手。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关怀茶会就是秉持了这样的理念，我们希望说我们培训一些小帮手，那让他们这个从过往这个被帮助的角色，他们准备关怀的角色，他们经过复健之后，他们有办法来关怀这群这个长辈哈，关怀这群这个比较需要这个弱势的老人家这样。面对人群的服务，其实对康复者来讲是期待个紧张。不过心理卫生中心伫启动关怀独老真温馨的计划以后，因拢准备好啊，然后将持续用各种的形式，展现家己的价值，来为弱势长辈提供关怀服务。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
日前伫社群平台有一段影片，头家展示出好身材卖水煎包，互2名女人客的表情引起讨论。记者嘛实际找到这位头家，伊是伫咧安平的一间水煎包店。头家镜头做下来看。2名女客人在路边买水煎包，不过老板穿着背心，壮硕身材藏不住。找完钱后，其中一人转身时做的表情动作，让网友笑说那个嘴角比 AK 还难压。影片在社群上爆红。这里是位在安平的老字号水煎包店，吃到现在了。来这边30年有了吧，这边都不错啦，都很好。水煎包都是自己纯手工制作，把表皮煎到金黄，咬下去皮薄多汁，一颗只要铜板价，是不少在地老饕的选择。只要到礼拜天，老板就会穿上招牌围裙，露出壮硕的2头肌，打工卖水煎包。不过他的本业是房仲。他朋友就问我，他礼拜日这边缺人手，要不要来这里帮忙？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可以过来帮忙。然后就很顺的，就每个礼拜日都过来，所以就礼拜日会在这里见到我。在机缘巧合之下，兼差卖水煎包意外爆红，自己也吓了一大跳。还有网友找出他的 IG。上面经常秀出自己的8块腹肌，还有那健美的好身材，甚至出过写真集，吸引不少人追踪。记者收怀谈的报道。台南市为着推动净零转型甲永续城市，积极打造友善的电动车使用环境，向中央争取2.5亿，要建立每一区拢有快充站的计划。交通局12号宣布，第一批13位的充电站正式启用，其中位伫安平市政园区就有一座超级充电站，只要充10分钟，就会当走300公里，相当利便。台南市推动37区，每一区都有电动车快充站计划。在去年9月台达电得标之后，陆续在全市202处站点施作基础工程和充电设备。其中第一批在安平等10个行政区有13处充电站，12号正式上线启用。请节目，大家掌声鼓励喝彩。今天就是为各位展示我们跟台达电合作那所设置的这个超压充电桩，未来还会逐步把高压充电桩普及到许多景点，或会让市民朋友们跟外来的观光客会有里程焦虑的地方。虽然目前整个台达在全球的充电桩的部件其实蛮多的，但在台湾这是第一个大型唯一全市区区有快充的一个场域，那也体现了我们在台湾绿色能源转型很大的一步。这座位于南岛路市政园区的充电站有2席充电枪，是350千瓦的超级充电站，比原本快充提高40%的速度，也就是10分钟就可以充饱跑300公里。南岛路的路外停车场，我们建置的是超快充的充电站，这也是全台湾市第一座350 k 瓦的超快充的充电站。那大概会比原来200 k 瓦的这个充电速度再快40%左右，也就是说大概300公里的这个充电的需求呢，大概是要10分钟就可以充完。那所有的充电的位置都会在我们台南好停的 APP 来发布，还有在市政府交通局的官网也都有。这项公司协力的初步成果，马上就有车主来感受超级快充。除了提升市民使用电动车的便利性，更大大降低里程和时间焦虑。不会想说怎么办，快没电了，然后找不到充电站的问题。对，然后而且快充就是相对慢充来讲快很多，很方便。然后在这里休息的时间，说真的就是跟加油的时候，你去上个厕所回来，再等一下差不了多少，然后又环保，然后相对的电费也比较便宜。交通局会中也提醒民众，电动车充电格位是专用和优先，油车切勿占用，违者将依法处以1200元罚锾。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新北市第一座公有美术馆正式开幕，期间推出4档展览，从今日开始到6月30日免费开放给民众参观。
绚烂的灯光效果及精致的视觉设计，让众人看得目不转睛。新北市美术馆今天正式宣布开馆，市长侯友宜亲自出席主持典礼，并邀请多位国内外重量级的艺术界人士共襄盛举，包含东京森美术馆的馆长片冈真实、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策展人派翠克·佛罗雷斯及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萧宗煌等国内外的艺坛人士，展现新北市与世界接轨的企图心。新美术馆等于是新美馆、新北美术馆，简称叫新美馆。新美馆的诞生，不仅是一个文化建设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更重要，它是推动艺术家以及在艺术平台的一个合作上，能够让大家有参与、分享的一个机会。更重要的，我期待的是一个全民能够参与、共荣，以及能够用生活美食学的方式来创造一个全民的美术馆。侯友宜表示，这座美术馆是市府多年来推动全民美术馆理念的重要成果，不仅有在地莺歌的陶瓷文化与当代艺术，更要将艺术带入市民的日常生活，打造兼具教育、观光与创意的文化新地标。尤其新北美术馆坐落在新北市的艺术的重镇三峡跟莺歌，它是结合教育、产业、观光，跟我们的陶瓷，跟我们的这个陶博馆，还有新北客家文化园区、老街，不管是三峡、莺歌，结合起一个文化观光、城市景观、生活美学的一个新蓝带，让我们新北美术馆，因为它是一个全民美术馆，也是一个台湾本土艺术文化教育的美术馆，来让我们立足在新北，然后能够放眼国际，让我们的艺术文化被全世界看到。全馆设计跳脱传统的封闭形式，从1楼的新美剧场到地下1楼的探索基地，提供艺术教育课程、公共活动及共创空间。2到6楼则有各式主题的展览。开馆期间到6月30号，新北市美术馆推出4档展览，免费开放参观，欢迎民众一起到场共襄盛举。记者施凯文新北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各位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们再会。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
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阿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
缴费完成，保障生效。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